加拉太人书第1章，保罗做使徒，毋是出伫人，也毋是对人，就是对耶稣基督，甲互伊对死人中国活的爸上帝。打到当地地的众兄弟，火寄互加拉太，才会教会。愿恁对爸上帝甲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恩典平安。伊为着咱的罪献家己，要救咱出现今歹的世代，就是照咱的爸上帝旨意。愿荣光归伊到代代，阿免。前伫基督会温调恁的，恁离开伊到接近，去探别样的福音，是我所奇怪。迄个别个毋是福音，不过有人扰乱恁，爱拍乱基督的福音那尔。当说使阮，还是对天来的天使，传福音互恁，各样伫阮所捌传互恁的，恁着受咒诅。亲像阮前捌讲的，但我搁讲。若有人传福音互恁，逐样伫恁所捌受的，伊就受咒诅。我当是伫对人添面吗？还是对上帝啊？还是我伫求互人欢喜啊？我若要求爱互人欢喜，就毋是基督的奴仆。兄弟啊，我报恁知，论我平素所传的福音。迄个毋是照人的意思，因为我未捌对人受着，也无受人教示，是对耶稣基督的启示。咱的圣经读到遮，今仔日咱牧师要甲咱讲道的题目是唯独恩典吼，我开语毋知影读吼，唯独恩典，咱请牧师。各位读者大家平安。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进前，咱先做下头的祈祷。充满慈悲疼痛、佮大权能的主上帝，阮用感恩的心，自君到你的面前，阮自责敬拜你，是因为阮伫阮生活中间领受着你的恩典带领，阮也用阮的行动，阮所讲的话，阮的诗歌，阮做伙的祈祷，来回应你的疼痛。恳求上帝你赐落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伫以下圣经信息的分享的中间，无论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主你亲自来引传。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毋知影咱兄弟姊妹，敢有平常时有咧看电视的？咱若有最近看电视有一个广告拍真大，咱知影嘛，即马咱台湾是高龄化，高龄化，的社会，所以咧健康食品可能是电视广告。电视广告的中间，咱上接看到，就是即个营养食品啦，健康食品啦，最近有一个拍新大的健康食品的广告，这是迄个演戏的迄个张国斌，伊的一个拍的一个广告，伊代言人的一个健康食品的广告。广告词是啥物？伊问讲：恁敢捌目镜挂咧？迄揣目镜，手里摕锁匙，迄揣锁匙，有人咧笑，有个甲叶牧师共款，拢会看电视的。这讲啥物？讲啊，你若常常安尼目镜挂伫咧揣目镜手里摕锁匙，迄揣锁匙安尼真有可能你的记忆力。你的记忆已经有小可较无好啊，可能头壳有小可退化，
就爱细字，所以伊就开始广告即项健康食品，什物卖嚼流音，敢是卖嚼流音毋是迄拍广告，是互咱思考目镜挂地迄找目镜，手里摕着锁匙迄找锁匙。其实那叶牧师家己少年的时阵就已经安尼啊啦，所以要退化嘛，退化无够偌济啊，但是真有可能咱记忆若退化，咱照广告所讲的去食健康食品，就会当改善。若袂当改善，去看医生，互医生检查一下，可能拢找会出治疗的办法。但是实际上，咱诚做基督徒，有的基督徒所袂记即了上帝的慈悲疼痛甲恩典已经授予互咱，咱已经有啊，反倒转咧，想要靠家己的方法，想讲才会当换着上帝搁较多的恩典疼痛，互上帝疼咱搁较多。规工想讲用咱家己的方法，靠我家己，我要来找着搁较多、搁较大的恩典疼痛。这甲挂目镜挂地迄找目镜，敢有相像？啊，你敢找着？手里摕锁匙，迄找锁匙，你若无雄雄看着啊！我锁匙摕伫手里，可能你永远也找无迄个无存在除了伫你的手中以外无存在的即个锁匙。所以为什么有的基督徒说变做患得患失，变做甲普通无信仰的人同款，一拄着困难，就伫遐埋怨天埋怨地用世俗人来讲怨天哀地。即款的健忘要安怎？若有即款的健忘，即款袂记即了，咱诚做基督徒，上帝的恩典疼痛甲手术，其实已经互咱啊。但是咱就亲像广告迄讲的，目镜挂地迄找目镜，手里摕锁匙迄找锁匙，敢有相像？敢有相像？那安尼要安怎？今仔日咱所读加拉太书，其实全部的加拉太人书，就是咧讲即个要安怎，要安怎。咱伫灵命顶面，就好信仰顶面，就好亲像目镜挂地迄找目镜。结果咧，安怎找拢找无啦。拄迄日一工我目镜挂地，我竟然毋知。也是手里摕锁匙，迄找锁匙。你若无觉醒，哇！原来锁匙伫我的手中，你要安怎去找锁匙？无拄你就规工伫遐拍电话，甲你的备用钥匙放伫啥物人遐？也是万一你无备用钥匙，也是咱厝邻做伙大的人，咱敲电话讲我的锁匙无去啊啦，你敢会当转来？实际上。锁匙伫你的手里。落兄弟，咱先来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人书是使徒保罗写予加拉太遮的教会、遮的正教会的一张批信。讲到使徒保罗会当算是咱基督教历史中间上伟大的一个宣教师。伊大声将福音带到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地区，即马的土耳其、甲希腊遮个所在。伊本来佫计划讲要向西边，要互地中海、其
其他的烟花的所在，拢会当建立教会。啊，当然，伊受到罗马帝国政府的迫害，结果殉道。但是，咱若讲到保罗、使徒保罗所宣讲的内容，伊上看重的，伊上要传的，就是伊对上帝所领受，就是上帝的疼痛甲恩典，以及靠着圣囝耶稣出世，顶死十字架，3日搁活靠圣囝耶稣的十字架来恢复咱甲天父上帝的关系，互咱甲上帝搁好。这就是保罗伊用性命去传的。保罗所传的福音信息，就是要见证咱基督徒是属上帝，咱基督徒属伫上帝国的性命，是完全爱倚靠上帝的恩赐。咱人爱凭着相信来得到这份恩赐，是透过相信，就是相信搁活的基督，并且相信搁爱信靠伊伫咱的生命中间，以及伫即个世界中间亲自去行动。保罗要报咱知，就是什么是信心，什么叫做相信。相信就代表咱对上帝忠诚，咱将上帝看作第一，并且咱学习用上帝的眼界来看待生命，来看待这个世间所发生的事，用上帝的眼界。所以，当咱用家己来看代志，有时阵看无清楚，但是咱对伫圣经学习的道理，咱来学习用上帝的眼界，就是透过上帝的话，互咱的启示，咱徛伫上帝的角度，咱学习用即款看代志的观点来看所有发生伫咱的心上，发生伫即个世界，发生伫咱兄弟姊妹心上的事。讲上帝的眼界，咱有一个用一个角度来看，咱看咱家己发生的代志，有时阵咱用咱家己做中心，感觉发生伫咱的心上的代志，哇！要死啊！要死啊！害啊！害啊！哪会安尼？但是咧，当咱镜头放较远咧，这是60亿公里外，即个航海家1号的太空船，伊伫太空40年。伫60亿公里外，你知影？因为外太空无空气的助力，所以迄个速度是真正真紧，所以会当走遐远。咱袂当想象60亿公里是偌远，对60亿公里外看地球，细粒啊，一个蓝色的点，所以。叶牧师可能有分享过，有人写对于即个相片做评论，就讲世间发生偌济爱恨情仇、历史的变迁、国家甲国家的战争，然后人甲人伫遐搭来搭去，最后咧，其实60亿公里外看地球，
就是即个细细蓝色的点。那用即个角度看咱家己，看发生伫咱身上的代志，发生伫咱四周围的代志，有啥物放袂落的？你看到即个图，你讲共款有即款的感受，有啥物是放袂落的？真侪代志，咱看做真严重，看做讲哇不得了啊，还是害啊害啊，死啊死啊，哪会安尼？结果一个小小的一点，袂遐济。但是咱若进入加拉太书，因为咱10月开始拜五暗早经就要查考加拉太书，规本加拉太书，迄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加拉太遮的正教会的基督徒，因竟然感觉讲，保罗传福音互阮。讲我靠恩典，我靠上帝的恩典，因甲讲无够啦，只有靠恩典无够啦。无错，恩典是啥物？原本不配，你竟然得到，这叫恩典。今仔日你若是用啥物去交换，这叫做交易行为，这叫做交换。但是你若原本不配，你竟然得到，这就是恩典。但是恩典不配的人得到，原本无迄个价值的人，竟然上帝互伊得到搁较多。人看无价值的人，上帝竟然互伊搁较多，这就是恩典。但是恩典的概念，用人家己的观点来看，用世俗的观点来看，用即个未服上帝的听所改变的性命来看，恩典的观念的确违背人的直觉。人拢想讲罪有应得，然后咧有功劳，当然要得到更多。恩典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违背普通人的直觉，这会互人恩典的观念，会互人开始怀疑，甚至对伫真侪基督徒也开始伫遐思考，讲人要活出甲上帝的关系，敢真正是白白来得到的恩赐。我做比你搁较多，我比你搁较热心，我比你搁较用心。为什么？为什么大家拢白白得到？教会摒扫，我扫啊上清气；教会事工，我做比人搁较多。但是大家拢得到，大家做伙坐伫遮，大家拢伫遮享受咱真清气的礼拜堂，真舒适的礼拜堂。教会内会当安尼，你讲办公室，你去公司的办公室，敢是真侪时阵。你的同事就伫遐埋怨啊，办公室伫遐扫涂骹，大家分配区域，有个人扫较清气，有个人扫较无清气，就开始伫遐同事伫遐搭来搭去啊啦。也是讲工作分配互一组的同事，结果有个人做较多，有个人做较少，开始就伫遐无爽快。若无即个恩典的观念。其实，恩典这两字讲啊真简单，但是实际上，人性通常
就会开始伫遐，想讲啊，敢真正白白得到上帝收赐咱，敢真正白白来得到。所以有诶基督徒会伫遐质疑，亲像加拉太正教会诶基督徒，遐个初代基督徒，因开始会怀疑讲，要成做上帝国诶百姓，要成做上帝所疼诶囝儿查某囝，干那领受上帝诶恩典，敢就有够？敢有够？所以真不幸诶，当保罗写批要互加拉太正教会诶基督徒进前，伫加拉太遐诶教会中间，就发生即个问题。对于加拉太书，对一章开始读落去，咱就知影。有诶加拉太诶基督徒感觉讲，只有靠恩典无够，所以咧，伫因诶中间就有一寡遮个犹太教背景诶初代基督徒，因就开始去传开教导讲要下着上帝诶心意。并且证明家己是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必须爱照着犹太教的规矩，身躯受割礼，查甫啦身躯受割礼，然后咧，大家拢爱遵守犹太教啉食的规矩，啥物会当食，啥物袂当食，爱照着犹太教的规定，然后咧。耶稣割活了后，基督徒开始是伫主日，就是礼拜，即天来主日，因为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割活，咱得到新的生命，所以主日就是星期天，咱主日做伙。但是犹太教的安息日是拜六，所以遮个犹太教背景的，就讲恁袂使，恁爱照犹太教所讲的，爱遵守安息日。当然，这明显毋是出对耶稣的教导，这明显也毋是。耶稣基督割活了后，耶稣的门徒所做的，所以伫加拉太的正教会煞发生即个问题。大家煞为着敢要遵守犹太教的律法，煞伫遐安尼制造了教会的冲突。其实加拉太遮个基督徒当时面对的问题，伫咱今仔日的教会界，常常也会听到。你若常常接触其他教会的基督徒，也是你对基督教的消息，有兴趣，经常时有去看，你就知影，伫今仔日的教会界有啥物？有的人家己定一套的规矩，也是家己写一个教材，也是掠着一个，也是一寡甲基督信仰无啥物关系，也是关系无真直接的意识形态，来正做因判断一个基督徒敢是敬虔的判断。根据，亲像讲，有教会认为讲，中国终将统一，结果咧，就规工伫遐团结咧，
煞骂其他的教会较有台湾意识的教会，讲恁拢讲政治，因是讲神学，因是讲信仰，我感觉这双标足奇怪。然后咧，咱徛伫台湾，咱定根伫台湾的台湾教会、台语教会，咱也无规工伫遐宣传什么政治思想啊，对无？咱足少，结果因遐伫遐。甚至教会活动去挂迄个咱隔壁即个阿爸国家的迄个红色的国旗，我捌看过相片，心真疼。也是讲教材，讲你来上什么课程，然后咧贵松松几万箍，讲你若上即个课程吼，你着进阶到最后，什么倒一个大牧师来分配伊。来做什么曲目啊？什么？我这无识，也是定一大规矩，然后你无遵守，明明这是人定的，然后过头来强调，煞变做你会感觉到后来会感觉怪，敢是安尼？伫今仔日整个教会界。实际上也是面对千外年前、接近2000年前加拿大遮的基督徒所面对的问题。这是周楚除三害电影剧照。咱有看过这电影，知影这内底迄讽刺什么啦？迄讽刺什么？这是一个有小可讽刺的电影啦。讽刺咱。社会的一寡现象，落影这其实就亲像咱多多所讲的，使徒保罗伊所传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靠着相信主搁活的基督。信靠创造这个世界，带领这个世界行动，伫咱的生命中间，伫咱的世界中间，迄运行，迄掌权的上帝，咱透过相信，咱来称义，来得到甲上帝这个。好的关系，来成做上帝国的百姓。这家伫教会历史中间，三不五时就会走出来，传讲爱恪守律法，外表的行为来称义。这两个差别，咱知影信心无行为就是死。咱也知影，咱的行为是出对咱回应上帝的疼痛甲恩典。实际上，信心、行为、相信甲咱结好的果子，这是袂当分别的。但是这两个差别伫倒位？在伫咱所注意、所关心的焦点伫倒位？当咱关心的是咱爱自身看上帝，咱爱仰望上帝，咱爱谦卑，完全的谦卑来倚靠上帝的带领。这咱是焦点伫上帝，但是咧。过头伫遐来强调外表的行为，其实讲到最后，焦点在伫家己。为什么？我爱做什么？我要安怎？我认为爱安怎做？这焦点拢家己，焦点拢是家己。咱若干那专心看家己。煞变做是认为家己拢会使，靠我家己就好，无怪
使徒保罗伊需要遮尔严肃来写批互加拉太正教会的基督徒，因为伊知影，当咱有信仰，真正的信仰，咱会伫行动顶面来回应上帝的疼痛甲恩典。但是，若干那外表的行为，无代表就是有信仰。其实，咱会当思考，咱会当回想，咱诚做一个人，咱是有血有目屎的，咱也有感觉感受。当咱感觉到咱啥物拢袂当做，即款的感受，我啥物拢做袂来，我啥物拢袂当做，迄种无力感，有时阵煞变成一个人惊吓甲内心混乱的来源。我啥物拢袂当做，我啥物拢袂当做，亲像袂晓游泳的人。跋落伫水内底，咱人的自然反应就是双手紧张，伫遐拍水，伫遐拍水面。结果咧，愈拍你愈沉落去，你愈拍愈伫遐挣扎，结果愈沉愈紧。反倒等咱也照着真侪野外求生专家所教的，将身躯放松，过去架讲水母漂，但是水母漂你若完全袂晓游泳的人，通常毋知影安怎水母漂来换气啊。所以最近这几若冬来架讲爱仰漂，互你身躯伫水中自然浮起来，因为人的密度是一上下，甲水其实是相像，但是什么时候咱身体的密度是比一更大？当你起紧张伫遐乱动的时阵，什么时阵身躯会当浮起来？就是当咱身躯放松，咱身躯内底。咱是有氧的，咱就会变成密度比一更小，自然浮起来。这个是仰漂啦，仰漂生存大招，水面睡觉仰漂。用这个来讲，咱莫互咱出对人生的软弱，迄款感觉家己拢啥物拢袂当做。即款的心理，所递到互咱，毋是有气力，毋是得到智慧，反倒当是惊吓，反倒当是内心的混乱。咱着思考，水面睡觉，当咱身躯放轻松，亲像在水面睡觉，仰漂，互咱会当伫水中。袂滴到沉落去，就因这面对人生，咱生活中间，多人事物，即款真复杂，即款逐款的代志牵连做伙，甚至有时阵是非难辨，咱阁较需要。既然咱是信上帝的基督徒，咱更较需要放手互上帝的疼痛甲恩典，来进入咱的生命中间，互咱会当得到平静安稳，互咱会当无论外在什么情形，咱拢会当持续听见上帝的声。互咱会当伫伊的内面
伫上帝的内面，会当得到勇敢、持续向前行的信心甲勇气。弟兄兄弟，独独倚靠上帝的恩典来军队伊，这绝对毋是讲咱人活的，就是被动，绝对毋是。用使徒保罗做例，使徒保罗伊用伊的性命热心传福音，然后拍拼建立教会。伫伊服侍的过程中间，咱真无容易，咱绝对是无可能将使徒保罗甲被动这两字来联想做伙。但是使徒保罗用伊的性命，伊所显现的，就是伊独独信靠上帝的恩典。所以，互伊会当突破伊家己本身犹太教传统的限制，互伊会当突破来勇敢传上帝的道理，互伊会当成做上帝中心的使徒保罗。就亲像使徒保罗一直喺强调的，论伊的出身，伊本来是一个犹太教的法利赛人，甚至伊对伫犹太教的遮的律法的影响，伊一开始是分别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但是国外的主耶稣基督。就伫伊要去大马色的路中，亲自对伊显现，互保罗规个性命得到转变，互伊会当体会到，咱正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咱正做上帝国的一份子，咱只有完全倚靠上帝的恩典。所以，互即个原本法利赛人的扫罗，性命得到改变，变成上帝中心的使徒保罗。弟兄姊妹，上帝的慈悲疼痛甲恩典充满伫咱的中间，互咱得到心灵的自由。互咱会当专心伫伊对咱每一个人你我的呼召，互咱因为咱的焦点放伫上帝，咱无过是只有活伫别人的期待的中间，因为咱通分辨着啥物是咱一世人中间上重要的事。也互咱会当因为有上帝的恩典，所以咱会当得到持续袂无去的动力，咱会当有勇气、有信心，行向伊所指示咱所需要行的路。咱做伙按头来祈祷，听阮、引带阮。佮告诉阮的主上帝，你的恩典疼痛是遮尔啊大，甚至你伫阮有时阵毋知的时阵，你的恩典疼痛拢无离开阮。但是主啊，阮爱承认，阮犹原有人性的软弱，有时阵阮敢若焦点伫阮家己，直到阮无看到。阮心上有主你的恩典疼痛，直到阮有时阵会袂记得你呼召阮所爱行的路。但是主啊，
你无看阮的软弱，伫阮惊吓，伫阮内心混乱、失去平安的时阵，你用你的方法，照着你的计划，你引带阮转来你所指引阮爱行的路。你也帮助阮，互阮每一工有每一工的学习，互阮持续伫灵命顶面来成长。所以，阮用感恩的心，阮日子就是阮大声阮阿罗主你的恩典听堂。阮也用感恩的心来跟对你恩典的引带，互阮所做、所讲、所行，拢是会当照主你的指示、你的诫命，就是听别人亲像家己，就是彼此相听，搁爱专心来听你，互你引带，也照主你的话来行，互阮会当无因为阮的环境怎样，阮的处境怎样，无论阮拄着什么代志，阮因为有主你的听伫阮的中间，阮心中永远有平静安稳，永远有对你来袂失去的气力。恳求上帝你会带领你的听堂，互阮得到愿望，互阮也有欢喜甲平安。我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